今日同大家介紹點樣用精油嚟到做 SPA。咁我哋有陣時好攰嘅時候咧，都會諗住嚟一個香薰嘅 SPA 浸浴。咁但係好多時咧，有啲朋友就唔清楚，就直接將啲精油倒落嗰個缸水嗰度啦。咁其實呢個方法係唔啱嘅，因為咧嗰啲精油係唔溶於水，咁嗰啲精油就會浮咗喺水上面啦。如果一啲皮膚比較脆弱嘅朋友咧，就好容易俾精油灼傷。咁點樣可以享受到精油嘅 SPA 又安全地使用呢？有幾個方法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精油係溶於油。咁我哋可以將啲精油滴落喺植物油稀釋咗之後咧，倒落個缸水嗰度使用啦。咁呢個方法係最好啦，但係咧就會令到個浴缸咧好肥啦，咁又要好多時間去清洗佢啦。咁一個簡單方法咧就係用全脂奶或者海鹽，將啲精油滴落去呢兩種物料其中一種之後咧，等佢吸收咗精油之後，再倒落水嗰度咧，就可以安全咁樣使用啦，享受到精油帶給身體嘅好處之外咧，亦都好安全咁樣，唔會令身體受到任何嘅傷害。